嚟㗎，咁夜都塞出嚟啊！幫你調定碗麵㗎啦，食啊！唔食就索晒水啊！有種人好奇怪嘅，明明自己面前有碗麵，都要候住人哋嗰碗嘅，呢啲咪叫做貪得無厭、眼見心謀啦。競選嗰單嘢，我攞咗20億出嚟，叫你轉落去20個戶口，點知轉下轉下，陳部長總共只係收到10億，咁另外嗰10億去咗邊啊？我想聽下你解釋。以前你閹下閹下，我都隻眼開隻眼閉，唔同你計嘅。但係今次你一鋪過攞10億，即係一半喎。你咁狼嘅咩？你當我死㗎？我大大話話同你賺過100億，攞翻10億8億，公道。況且咁多年唔係得我，你可以咁安安樂樂做你嘅馮大衛咩？黃富先生，咁又係，正所謂我啱時你就錯唔晒。咁啦，嗰10億我豪俾你，我哋兄弟嚟噶嘛。我夠啦，你食埋碗麵，我送你翻去。我上車等你。諾亞方舟，人類最後一片淨土。
居住喺呢度嘅人可以享受奢侈華麗嘅生活，同埋絕對嘅安全保障。但佢冇諗到，人嘅 DNA 咧係改變唔到嘅。我哋好彩喺間酒店房裏邊搜集到啲好重要嘅樣本，即係我哋要嘅 DNA。你都九唔搭八，你有冇做功課㗎？呢間咁嘅酒店房間，一年有幾多人出入？淨係打掃衛生，一日一次，一年都360幾人次啊，都未計住客，你咪諗住呢啲咁嘅什麼樣本啊，什麼證據啊，咁啊走嚟入我罪係嘛？你當啲法官低能㗎？不過我就唔同啦，我有證有據，你兩個綁架、非法禁錮、誹謗我，係咁意都告到你兩個坐翻10碌8碌啊！你咪諗住碾贏我係嘛？我講咗㗎，亂講嘢會死人，難禮平常病就呢啲啦。手咁快做咩啊？驚啊，黃埔先生！你哋都算犀利啊！不過憑乜嘢認為我同你合作啊？詐騙謀殺1級刑事罪嚟噶，你孭得起咩？馮大偉連人都敢殺，你自己對佢做過啲乜嘢，你心知肚明啦。我好相信佢下一個目標就係你，同我哋合作，至少你可以保住條命。南寧事件你唔認，真正嘅馮大偉你識啊嘛？25年前南寧詐騙事件之後，黃富匿埋咗中國某間廉價旅館。謝謝。喺嗰度，佢遇見一個無親無故嘅大馬人。當時黃富急需要一個新身份，佢竟然想出一個禽獸不如嘅辦法。飲酒冇啊？OK，我房有好多啊，嚟啦！入房啊？點稱呼啊？我姓馮啊。哦，入嚟坐啊！唔該晒，唔該晒。誒，你朋友啊？係啊，叫唐江啊。誒，唐江。黃富為咗活命，夾硬拉埋我落水。佢殺咗馮大偉之後，攞咗佢嘅身份，仲複製埋佢嘅指紋。黃富呢個人就此喺世界上消失。做咩啊？3個夾埋公審我啊？係嘛？你知唔知我為咗呢個社會作出幾多貢獻？係你哋3個人加埋10世都做唔到噶，尤其是你啊！成日以為自己好叻，我問你一個問題，知唔知乜嘢叫做世界規則？唔知啊嘛，答唔出啊嘛，咁咪係咯，有幾叻啫？我馮大維都唔掂嘅，成個馬來西亞都玩完噶啦，知唔知？哼！黃富先生，做黐線唔係擋箭牌，呢個世界唔係你話事噶。所以話你啊，你識乜嘢啊？做善事，即係負責派錢、派米、派糧。做善事嗰個都唔話得事嘅，俾你3個話。傻噶，傻噶，真係傻，次次坐埋一台。